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25号的选手。今仔日我所要朗读的是第9篇《阿嬷的老西车带认真》。讲到西车，不管是物件也是钱，相信真侪人拢会真好闲。有人讲创西车是真正常的代志，嘛有人认为毋通日日，尤其对厝里的人是要创啥西车，总是大家拢有无同的看法。阿嬷的老西车是公开的，伊咧用的时，阮拢会定毋知。想讲阿嬷欢喜就好，嘛无去计较伊钱是开去倒位。阿爸讲做事大人的，总是要照顾囝儿逝世，也是孙仔辈。阿嬷安怎用，拢有伊的道理。阿公过身了后，鱼宝甲农会领的钱，落互阿嬷做西车。伊嘛阁有留6年金芳领。毋过阿爸因兄弟姊妹，嘛是拢会摕钱互阿嬷做所费，看伊要食要用，也是要四界甲人去游览，甚至做公益赈灾济贫，拢随在伊去做。阿嬷今年已经80外，了是逐工透早天未光到未肥，就起来拍外弹弓。阿爸讲，规庄仔内6岁啊，若是有咧做外弹弓的，会使讲一半以上拢是阿嬷的学生。虽然因的姿势无介标准，照实个名嘛因得听有，亲像双手学习安神功，讲是咧搬布袋戏，小仙好步讲是机器人。毋过总是有咧振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会减少真侪辛苦病痛。逐摆若看到阿嬷，伊拢会问讲：乖孙的啊，你有爱食啥物无？册爱好好读，毋通甲人冤家哦。所费有够通用无？来，阿嬷遮爱互你，你着去市仔口找看有啥好料的，通买一寡转来互大家食。钱伫伊的落地仔底，亲像地袂牢共款。听母讲，阿嬷是一个真正讲的人。身躯边虽然有淡薄仔西车，但是拢用伫该用的所在，亲像熟悉要学财产、做生意，也是孙仔辈要读册、嫁娶，甚至亲情朋友的人情世事，阿嬷拢认为伊是大家长。我的朗读就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爱来烦恼者搭搭滴滴的代志，为着无要增加大家的负担，拢用伊的老西车来处理遮的大细项工课。所以讲，阿嬷的老西车嘛是爱定定甲添水甲加油。若无有一天，你若想着要食啥物好料的，阿嬷简单会当牵你去街仔路看人买，看人食哦。讲到这，阮母仔囝是笑甲嘴仔利腮腮。